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金利豐證券研究部嘅董事，我係 Dicky 黃德基。咁當然啦，大家都可能有機會咧都見過我，因為咧我都係咧無線高清翡翠台啦，主持咧就係一個財經節目，咁亦都咧係喺咧呢一個節目裏邊咧擔當主持人嘅角色咧，訪問咧唔同嘅上市公司嘅管理層㗎。咁除此之外咧，我亦都喺亞洲電視嘅一個財經節目啦都有亮相。咁當然啦，喺我過去嘅即係投資同埋咧就係資料研究方面嘅工作咧，都有接近咧就係9年時間㗎啦。我係喺約克大學經濟系畢業㗎。咁喺香港咧，除咗咧就係話係擔當即係話資料研究嘅工作以外啦，咁我過去咧亦都喺咧一啲嘅投資課程咧任教超過4年嘅時間。本身咧我亦都係咧全球高智商人士組織 Mensa 協會嘅會員。咁通過一個考試測試啦，咁我 I.Q 咧高過147。嗱當然啦，I.Q 高唔代表投資叻㗎。不過我想話俾大家聽，如果參加我哋嘅投資課程咧，我哋都要訓練得到咧，投資者本身除咗 I.Q 要高之外咧，E.Q 咧都控制得好好㗎。咁我平時咧就係除咗會係喺一啲嘅報章啦、雜誌啦撰寫專欄之外咧，咁亦都會咧經常接受唔同嘅媒體訪問。除此以外，亦都咧係經常都會出席一啲保險公司啦，或者甚至乎咧一啲電視台嘅邀請啦，就係擔當咧關於投資方面嘅培訓嘅導師㗎。我都會相信咧，憑我經驗咧，同埋大家唔同嘅導師咧集腋成裘啦，將我哋嘅知識咧結集埋一齊咧，都會幫到大家嘅。